알았어. 다 되려야, 好的，도마 하나버린 게 상관올래야. 아니? 공감사야겠다. 섬주셔야. 首先问候大 점시도, 家，내야, 这个身体健 니네다, 康。세라쉬나 섬자야서. 那么首先我 세라 想做一 가르친다. 个宣 이란 布，지주에디, 드린, 주주고르마. 那么就是依照计划，지지되냐, 今天是 지지되야데, 주주고르마. 다이네, 송주에디, 아니, 파지, 니마, 春季 니가 的 시에나 섬스. 汴 무게, 京活 시에나 动呢，섬스. 是今天 아니, 圆满。 스파나디, 오늘 제나다디, 라망고주바디, 주고요르마. 但是我想说，그래서 다这个 단어 课 뒤에 程呢，시에 뭐도는 可能还 단어 会 지점 再多 맞지 讲几 않았어. 堂，因为不 그래서 然的 다다 话，니마 明 같이 年会 시에나 讲不完。 삼자서. 다 이내 다다 뒤주 규리 제단디 야식야 담아배 타야고 취마서. 제가 但现在呢，这 선기 个 后 우수주면 面几天 니안 是哪 다 几天上 망이 课还没有 시에 完全 시에나 确定。 송주 제고도 다 하나 또 니마 같이 제래야 但无 송주 论如何，明 제고도 天是没有课 타셔야 的。 없이 那么 지제는 后 도다 天 내가 或在 타셔야 之 미서 后是否有 얘네가 课 하다 呢？会再尽快的 지주에 做决 지주 定，跟 뭐만 大 또 家宣布。 사람이야 지주에 그게 순주에 다 단도 니만 가시 지나 삼자야수 所 대대디 以就 세라 是春季 삼자야수 趁摩比丘尼的辩经活动是今天圆满，但是春季课 다 程呢， 드시에 유산은 고 之 지주에 后可能 둘산 会多加几天。 나이나 라수수 내려 봐 所以因为 가서 대 주면 这 거기서 个 라수수 내려야 尊妈们，就是尼众们呢，그래서 라수수 내 今 바해야 天 되는 봐 都辩经圆满，所以都 유산에 会回 개발된 到 도 各自的这个寺院 다 去，这是 잘라니 没有关系 되면서 的。所以大家还是 그들이 按 그들 照原来的 시리아디 计划 시시리 주요 인도산에 回到寺 근데 院， 시간 因为 개발된 도 这个 삼자야수 课程呢 알아서 也是透过网络的嘛， 다디네 所以大 다디 家 이거 回到自己的地 삼바들이야 方也可以继续 방송이야 听课。 쌀제 좀 아쉬우네 야만 那 좀 么接着进入今天的课程哦，那么首先是 다 讲一 쌀제 下 쉬운 科 인도산에 判， 다 담보들이야 就是纲 아파디 要的部分。 쉬운 인도산에 담보 니버 딘수 개발 시작을 那么 때려야 主要现在讲到的是 모두가 广说 방어다 医指 그거 的部 지가 分， 쳐봤어 제제 有分为两 제제 个断除不 이해치 恭敬，还有如何 뒤나는 成就 담보 恭敬 모두가 哦。 방어해야 될래야 那么首 안에 先 나세 第一个 니와 断除 시에치 不恭敬哦，对于上师的不恭敬又分为 니에바다 4个， 메바 방어스 一个是断除 투수 轻视 방어스 跟 마통이 니니 诽谤， 시에바 再来 제다디 是断 되는 除 거 扰 사실 乱上师心 다다 意，再 이 来说明 난세 会见的 지지 过患。 시에치 总结以上要义，总共这다 4个。 뒤나네 어 니에바 방어 될래야 지르디안바다 제라도 시에바사지 된세 니에치 首 다 先，第一 되게 个 다다 断除轻 삽제디 视跟 송주 诽谤的 제로도 部分 시에 呢，又分 다 为 라망고 总说 주제게 跟别 삽제 说两个 샤제 部分。 중요하래 那这些科判都是出自宗喀巴大师的《世事法五十颂》的这个注解。 다 전에 지르디안바다 제라도 시에바사 니에베 나네 다 담보 지르디안바사도 바지 쉬스바제 那么 다다다 总说的部 제라도 分我们已 시에바사 经讲过了，所以我们进入的是别说哦，就进一步来阐述的部 다 分。 디나게 방보텔이야 아 지제 방보티 아 로벨라니 메바데스 양단 세웨 내남다 련더 림다 투남이 那个 몽젠테네 치워 유로사데 颂文是 에 由增上愚痴而获 다되게 于现报， 다다 제로 뭐지 为恶 송다 要 시장 直 세미나 持重 아니 病相缠缚。 지진 숄로간 디다 디오 那么 아니 依照 지제 宗喀巴大师的 장기다 롱젠 남기 说 세 法， 사디 那么从这个寄颂到下面 아니 的内容下一个 콩슈에 寄颂里面有一 콩이 句 튀어라 是鬼 아니 魅邪淫 라마도 所 그거 杀害哦。 제대로니 가르쳐고요 那么 땡기 예스 主要讲到的是现世的过患，就是今生的过 다드네 患。所以这个 샤물이야 颂文里面到下一个颂文的那一句 디자르 为 아니 止讲的是 군주의 今生， 군주의 如果 인유의 侵蚀上师 이마로야 会有什么样的 아니 过患。 지지레신도 마지 현재를 지지 再来 거야 投影出来的这个表格呢，是 다이네 고 뒤주 梵文、 시작해야 藏 되는 文、지지레신도 这 쉬워 个 주네 汉文还有 아니 英文的一 뒤주 个字的比 쉬도 对。 기업스케면도 능년 마지 时间关系呢， 세상이 就不多细说，这个表格给大家看一下， 어떤 뒤집시죠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表格。好的， 다들 이게 시험이야 아니 소변이야 배지 가르래 오늘서 배 녀비시 所以 올래야 배 如果我们 카상 问到说근데 저기 如果 배내로 说 다 公开 쉐비 侮辱或者 아니 说 내가 暗 가르쳐 中 그래 诽谤 지제 上师，毁 쉐비나 谤
这 아니 个轨范 대야지 师的 라멘 话哦，会有 인구 什么样的 간데 过患呢？ 나로래야. 那么《世 다다 师释难》中啊就提到， 이 치제에 대지 세비네 양만로. 首先我们再回到那个颂文啊，还是看一下，主要这颂文中就是谈到毁谤， 딜레 还有 세네 대시 개비네 像 양만로. 轻毁哦，它也会有的一些过患。 다 라멘 인구 간데 나로래야 가르송어르사나. 那么 에네 얌당 所以《世师 사전하는 며 释难》中就解 얌당 释哦， 세외 내남 这里有 사람사. 提到的这个 다 얌세아데네 지 도지메 바바도 추다 롱的 무기的 首 시야만라 先这里面有 소바샤 谈到一种 누가 这 채와 种 고예스. 义 아니 气哦， 여러 채와서 也就是说， 채와사디 是指 아니 像 중고다 是金刚 기타 火降临 아니 啊、 레레 火灾啊、 삼보다 水 주의단 灾、风 제세 灾、 두볼라서 饥荒啊、 되게 凶杀等 아니 等这些 내가 折 채와 磨 고예스. 再来还有一个是 아니 叫做伤害哦， 자사 这里 시 用的我们是另外一个翻译哦， 이자르게라 자사 지역자 总之 자사한테는 这 아니 里 강리아베 颂文中是有 샤브레게 提到伤害 이라도 这个词， 고유의 它指的是来自像精灵、恶鬼， 아니 还有这 나는 个 지기 罗 지가 刹、毒蛇、猛兽的侵扰。 수모델이야 된다 还有一个 된다 词叫 두는 敌人 기사와 啊，这里是指说怀有仇恨的敌 뇌사한테 人。 다다 간제 接着释 나로 难中继续 뇌사한테 解释到， 니말라서 颂文中有提到一个 사구와 词叫鬼 야나 魅。 마무쭈니라 써발이야 那么鬼魅 고유의 呢， 또나 指的 생긴 是九 탐내 大行星 양방방 如 또 日啊、 月啊 초벌체야 等等这些啊，或者 간제 说 기능다 12 된다 种、 고유의 12马魔 아니 等等这些魔类的 린세한테 一个侵 아니 扰。那因为他们会夺取众生的我们说气色，还有他们的 룽치베게 力量哦， 누발라서베게 所以称为叫鬼魅。 내기 那么 다 再来，它经商还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이제는 就是会生 고유의 病了， 所以 소사 叫做疾病。 아니 那么 두세아데네 所以 아니 다 宋朝日称的翻译叫重病哦， 那是指各种的疾病啊，会让众生我们产生痛苦。所以一般来说分为4种，有风、胆、炎，还有3者合并哦，这样4种的疾病。再来一个是诸毒哦，这是毒，这是指各种很强烈的毒藥，它可以分为4种，有固体的、活动的、合成的，还有变化的各种这种毒。 근데 공도 시에베기 아니다 지 얌다 체외 제세 누버진기 차와다 아는 내라 소바 디즈게네 가르로지 라말레야 메버chen 쟁갱이 가사데 게 체초버체야 봐 야나 손 좀 所以呢，注释中就有提到说呢，那些诋毁上师的人哦，都会因为这样子的这些鬼魅啊、疾病啊、毒药等等的情况而死亡。 那么这是印度的这一部注释中的解释哦。再来很多藏文的这个大师的著作解释中是提到说，疫疾呢，它指的就是传染病，就像说我们说像新冠疫情之类的病哦。再来颂文中谈到伤害哦，主要指的是像凶猛野兽的这种侵害。 然后疾病呢，是指像麻风病啊等等这样的这些疾病。再一个是鬼神，之前翻译叫鬼魅哦，鬼神，它指的是天神啊、龙神和像金翅鸟等等这些鬼神的危害。那再来这里说疾疫哦，或者说疾病、瘟疫，它指的是说没有办法治愈的这种各种的病。 再来就是毒哦，就是说毒药。那是譬如说像以各种人工合成的毒药也好，或者说这个毒蛇的这种天然的这种毒药等等哦，都是叫做所谓的毒。那么再来有一句叫大愚痴哦。 所以是指说呢，由于不知道这样子毁谤上师的罪有多么的严重，而产生的这种巨大的愚痴。所以总之就是说，不知道毁谤上师有这样重大罪业的这些人哦，他们是具有大愚痴的，他们都会因为上面的这些原因哦而死亡。 接着再下一个颂文也谈到的就是今生因为毁谤上师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过患。
所以是王法所逼切，及毒蛇、伤者冤贼、水火难非人得其变。那依照宗喀巴大师的注解当中那么就像前面有谈到说，一直讲到这个颂文当中有一个叫做鬼魅邪淫所杀害呃，是指现世的，但在这个颂文里面呢，有一句叫做，这里宋朝的日称的现在投影的翻译并没有这一句但是另外的翻译里面会有最后一句说从此堕入那洛迦，那从此堕入那洛迦就是地狱这一句呢，宗喀巴大师认为说他在讲的就不是今生了，而是非现见的，就是无法在今生直接经验到的来世的过患。好，总之继续我们看到这里面，比如说王法所逼切及毒蛇、伤者等等，这些都是今生的会遭遇的一些痛苦。所以世事难事世难当中，我就说到国王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讲述毁谤上师的这些果报等等，所以就是毁谤上师之后会入地狱。所以这里有提到，比如说国王及这个施暴者，国王是指像统治的人，或者呢，国王这里指的是像是这个多闻天子等等。所以你可以这里国王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身为人类的国王，或者说是身为这个夜叉的或者叫药叉的这样子的，像多闻天子这样子的国王，王指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被他们所杀害。这里男士男中有一个暴，就是暴力的暴者这样的词但是宋文中并没有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个词。总之接着这里宋文中有提到的火，就是火本身，还有再一个是像毒蛇所以宋朝的翻译叫做毒蛇的伤者毒蛇。那这里指的不只是毒蛇，不只是蛇，总之各种有毒的生物，或者说就是被这种动物咬了之后有传染病等等而死亡。另外呢，还有这里提到空行母，那是指喜爱这种嗜血的这种特殊的一种鱼且女。水就是水本身，然后盗贼呢是指强盗。再来一个是魔鬼是指梵天等等这些天神的军队。接着是邪淫，它指的是各种的邪淫者，比如说这个象神等等，是指所谓的这种邪淫。接着它有一个词呢，一个字呢叫等等，就是谐音等它是一个还代表了有像紧那罗大迦楼罗等等这些，总之他们也会杀害这个毁谤上师者，让他堕入这个地狱。
因此呢，释南中提到，即使在梦中啊，也不应毁谤上师，而应该常常的供养上师等等。那么，如果我们看藏文的注释中啊，是怎么解说的？那么提到国王的话，就是说，就是说毁谤上师的人会被这个国王处罚，王法加害。当然，现在这种情况是现在没有很多地方有这样的国王了，但主要就是被各种的国法所加害等等，或者说被毒蛇，还有这里的空行，就是食肉的这种空行，还有像盗贼呀、十方护法神的这些眷属鬼神，还有这个邪影所杀害，所以他们也会被还有就像火水淹呐、火烧等等这些非时的这种非时死的这种状况而夺取其性命，最后会落入到地狱当中。所以总的来说呢，对三宝佛法僧，特别是对自己有法缘的上师进行诋毁的话，是有很大的过失的。而在密宗当中也提到，这称为有一个词叫具足10种因缘的教敌教法的敌人中的一种，就是诋毁上师三宝。所以，如果成为具足了这10种因缘的这样的教法的敌人那么这样的人就很难期望他能够获得修行的体验，还有功德。所以这是要特别谨慎的。那讲到这里呢，我觉得想要讲一些历史上的一些案例、一些公案。其中一个公案是，如果就只是比较轻微的这个诋毁上师，也会有很大的这种过患的。举例来说，譬如说在藏地呢，有一个比如说，在西藏有一个重要的家族叫做姜氏家族，它其中出了很多的义师，它其中有一个就叫做姜苏nam养僧，他呢是很著名的那洛巴的这个尼泊尔籍弟子，叫胖丁巴的这个弟子。那这位讲索难讲僧呢，他因为翻译了《喜金刚》各种的序典而很闻名。他最开始其实是这个果洛义师的这个弟子，他不是果洛许努巴而是果洛达纳奎。应该是阿底峡尊者的弟子，有一位叫达纳滚的他的弟子。总之呢，张索那冈森呢，他就成为这位果洛义师的弟子。但是呢，他最开始在第三，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供养，所以他没有办法从这位果洛义师那里得到这个密解金刚的传授。因为像以前的话，这些弟子要求得这个秘法的话，都需要有足够的供养，上师才会给予的。所以他没有足够的供养，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些很多本尊的教授。所以他就到了哪里呢？他到了尼泊尔去。他到尼泊尔之后呢，他就
他就四处的询问跟探听哦，这里有谁精通这个佛法？他就知道呢，有一位大师叫吉灭扎巴，这位成就者，据说呢，他是那洛巴的亲传弟子，他完整的得到了所有那洛巴的这个教法哦。他住在这个比比哈拉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位江苏那讲僧呢，他就到了这个吉面扎巴这个地方。那当时呢，有很多都在一起求法的这些弟子哦，但是由他当这个等于说领头的人，总之就筹集了很多的供养，就准备了对于上师的一次会供。那过去像这种密乘的供养呢，他们会喝酒的、饮酒的。那他其他的那些法友、道友啊，因为喝多了就醉了，醉了呢就乱说话，所以呢，他们就说：“哦，这位上师应该就是邦丁堡。”他们就在那里批评说，这上师相貌不怎么样，而且呢还是平民出身，而且也不懂藏语。所以总之呢，他们醉了之后就开始唱起歌来哦，然后就在批评他们的上师。他们批评怎么批评？他们说这位尼泊尔上师胖丁巴，意思大意就说这个歌的大意就说这位胖丁巴上师啊，没有见他的时候呢，听说他很出名，见了他看清楚才发现哦，他只不过是一头披着这个丝绸的老牛而已。所以他们就这样，他们大概也不敢用这个印度文来唱，因为怕庞蒂玛听得懂，所以他们大概是用藏文在唱。但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啊，他就是破坏了誓言。所以因为他们诋毁上师嘛，所以立刻呢，就有各种这种贡品哦，就飞到天空中去。那这时候呢，上师旁丁榜他应该是听不懂这个藏文的，但是他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贡品飞到天上去，他就知道说，哦，这些弟子不是法器，就跟他们说，你们离开这里，就很严厉的这个斥责他们。所以刚刚这些唱歌的人啊，那些其他弟子啊，就说他们不是唱的那些批评上师的，总之有说有唱的那些人呢，他们就非常的惭愧的赶快夺门而逃，但是他们甚至不敢从门出去，总之赶快仓皇的逃走。但是呢，总之回到主角，这位义师啊，这叫江苏南港村，他并没有参与他们一起唱歌，他呢，所以就留下来了，他就继续留在这个上师的身边，所以他并没有违背上师的三昧耶戒。所以虽然他也看到这个上师他的相貌长得是不怎么好看，但他并没有生起任何不恭敬的心，所以他没有破坏他的誓言，所以他接着也请求上师能够摄受他，所以上师也欢喜的接纳了他，而给予他很多法，像是传了无我母啊、洗金刚啊等等，还有各种这些灌顶都给予他了。后来他的弘法事业哦也是非常的广大兴盛。所以，只是说上师的长相这件事情哦，说实在，这只是一个小事。但是呢，这个故事也在告诉我们，仅仅就这么一件小事，它也会破坏扰乱我们师徒之间的这种因缘，而且立即会显现这样的征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公案，一个故事。所以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故事。
那我自己亲耳听闻到的有一些公案，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知道第16世法王噶玛巴，他一生当中，无论是在东方或西方什么地方哦，都被这些弟子们、大众呢，都视为像真正的佛陀一般。所以是一位不可思议的殊胜的这样一位大师。但是呢，据说像是在隆德寺哦，有一些人却对16世法王是不恭敬的，甚至有轻视还有侮辱他的人呢。还有一些人经常在背后会毁谤他的人。其中呢，有一位维罗师，他就是心很坏，但就是还蛮博学，但是就是心很坏。总之呢，在法王噶玛巴就日佩多杰16世法王晚年的时候呢，他因为患有这个糖尿病，所以就常常会很频繁的如厕。所以有一次呢，在举行一个普巴金刚的法会吧，在法会上的时候呢，法王就请这个维诺师啊，说，请你赶快结束这个法会，因为他可能要上洗手间嘛。但是这个时候呢，维诺师却坚持的要拖延时间。结果呢，这个法王日佩多杰呢，就在法座上就失禁了。所以这个维诺师真的心很坏哦。不只是这样，据说有一次在也是一个大法会上哦，总之法王就指出说这个维诺师你哪里唱的不对，法器施奏的不对。这个维诺师就跟他说，你懂什么？你只是一个只会这个倒茶的一个老僧而已。这是楚布斯会说一个人没学问的一种形容。所以平时呢，这个法王日贝多杰呢是很严厉的，看到就会骂的。但是当时呢，他变得非常严肃，他什么话也没说，也没骂他，他只说呢，希望我生生世世不要依靠到像你这样的人，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他旁边也站了一个人，听到这段话都吓坏了。后来据说这个维诺师呢，他后来也去闭关了，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总之他就也没圆满，就自己就走了，就到了某个地方，然后就下落不明了。到那儿也没人知道他到底是活是死。另外呢，还有就是隆德瑟有一位也是法王的侍者，叫做鲁兔这个僧人。据说，因为他小时候他身材很像一个羊啊，所以就被取名叫鲁兔，就是羊的这个绰号。据说呢，他一生呢都在背后这个诋毁法王日贝多杰16世法王。最后呢，他彻底发疯了。所以这些故事说了不是要吓各位哦，不是说啊你诋毁了就会有这样的果报，这不是这个意思哦。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知道真的有发生过这样的公案，也是有用的。所以总之呢，也让我们知道说，那些我们也看到很多传记提到，对上师有信心和静观的人哦，最终都获得了真的很好的这个结果，而那些对于上师不敬和一味毁谤的人呢，最后是往往这个是这个境况是很不好的。还有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像很多人去这个批斗这些僧人，
还有摧毁那些佛像啊等等。那些人呢，后来他们死的时候，因为在藏地的话，他们的这些会有这种天葬的习俗嘛，结果连那些秃鹰都不愿意吃这些人的尸体。这不是只发生在某一个地方的特殊案例，不是的，是到处的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好，再接着呢，我们讲到的是远离触恼其心哦，就是不要扰乱上师的心意。那这个颂文就是这个勿令阿舍离少分生烦恼，无智相违背，定如阿比喻。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普于一切鬼犯事，何时不因恼触心哦？若由愚痴而现行，那落家中受坚逼。也就像前面说的，如果说仅仅是轻视和诋毁上师，就会招致这么大的过失哦。那么扰乱上师的心所招致的过失哦，这就不言而喻了，是更大的。所以关于这个寄颂，宗喀巴大师他在注释中是这样说的：他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扰乱上师的心，或者让金刚上师他心烦。如果说弟子，他因为说愚痴而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就会在地狱中哦被煮哦被烧。所以宗喀巴大师就注解中继续说，这种业力哦是非常强大的，它是一定会产生果报的。但宗大师也说，虽然说哦这是必定会产生的果报，就是说这是一种定业，但还是透过忏悔是可以净除的，就是要透过这个四力忏悔哦，还是可以净除的。我们说佛法它也是非常的，具有各种的善巧方便的。所以虽然说这个业力是非常的强大的，果报是非常深重的，但是还是可以透过这种四力忏悔而净除这样的恶报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说啊，让上师欢喜哦，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这是比起其他方式呢，更有力量的一种方式，可以引发上师的慈悲和加持的。所以你看，像第八世法王噶玛巴米觉多杰哦，在这个他的祈愿文当中，也有提到说，无论所作善恶或无忌之事哦，愿皆能成就悦意，就是使上师欢喜悦意，刹那间也不做让上师不悦意的事情。所以就像这段文字说的，为了让上师心生欢喜哦，避免不悦，甚至需要我们至诚祈愿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当上师欢喜的时候，各种慈悲和加持哦就能够确立；而上师如果不欢喜或者心被扰乱，我们几乎就不用再期望从上师那得到任何加持跟成就。但讲到这里，我想说明的一下，就是说，我认为呢，一般这种上师的不高兴哦，和扰乱上师的心，或者说使上师失望哦，这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说，就说上司让上司不高兴，或者是像这里说很严重，叫扰乱上司的心，或者就是让上司失望。我觉得这是不同的，因为不高兴可能是暂时的，比如说哦，我们可能某件事做的不对了，比如说工作上面的一些工作方式不正确，上司可能不高兴。但是让上司失望，或者说扰乱上司的心，就是在这里有点像是说让上司完全失望了。这是因为我们在可能是真的在思想上或行为上，这是根本上是完全的一种错误。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里说这样子的罪业跟危害是更大的。当然的，你来呀，小罪怎么了呀？到的，鸟啊，那边是啊，其实用多啊。所以这里呢，我想附带的说明一下哦，就是因为这里谈到一直提到纳洛加，或者说这种无间地狱，这个名称就是说，如果是犯了这些罪业会落入地狱嘛，落入无间地狱。这个名称呢，在显密的经典当中都有出现的，像是在显教经典当中列举了八热地狱，其中最后一个就是叫无间地狱，这是一个特定的名称。在十轮金刚等等这些序典当中也提到八大地狱，但是里面却没有无间地狱。还有呢，密教中也有提到金刚地狱，但是金刚地狱呢，也没有被列入这个八大地狱之中。所以呢，这个金刚地狱这个词哦，这个伽马钦列巴等等一些大师认为哦，在密教中的金刚地狱这个词哦，其实就是指地狱，它是一个总称。还有一些大师认为哦，密教中所说的这个八个地狱嘛，第八个地狱是叫做金刚坚贞地狱。那总之呢，就是说我们谈到无间地狱和金刚地狱，它到底是同一个地狱呢，还是不同的？就有不同的解释。像噶当派的大多数的这些大师，还有直贡教法当中认为呢，是指相同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哦，落入金刚地狱了，他的痛苦是比落入无间地狱更为严重的。但今天时间有限哦，所以这部分就不多说。呃，所以总之讲到这里哦，我觉得我们需要明白哦，就是说我们谈论这么多，都是以这个前提条件讲到的上师都是真正具足了前面那些征兆的，或者说具足了条件的这种真正的上师。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那么具德上师所说的一切哦，就是会对我们有帮助、有益的。他是绝对不会说出对我们没有意义的事情的，因为上师首先他具足各种的特征特质，而且他还具备大悲心哦，所以他是一定会为了我们而说的，都对我们有益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真正的上师，对于我们有慈悲的上师，但如果我们因为自己的愚痴在心行上呢，结果扰乱上师的心的话，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之下，所以我们扰乱上师的心啊，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违背佛法或破坏缘起的行为，不是上，而不是上师他自己的事情没有成功哦，而生气。所以我们说让上司生气，让上司不开心了。他不开心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事情没有完成，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弟子做了很多违背佛法，或者说这种破坏缘起这种的事情。
근데 인도산에 아 갑들이야 라망을 주베 나로네 음 라메기 닝고 라말 닝고 차 탐지 송알아 소바 강 송바티다 탐지 라로 핀주 다제 시행심바다 所以 라로 在《世事法五十颂》 텐덴 当中提 진이 到 된다 的进士、上士、코나로 고는 侍 송바 奉 누가 上 차 士，还 세우지 有守护 차기가 誓言所说的这一切哦，음 都是在建立，都是 상하다 建立 이제 在师徒 튜버치 双 캠뷰 方是首 너의 先 왕도 相互 제가 观察 이네 之后， 아니 然 룰라 后 이숨 这个师徒 상계의 关系是已 전주 经具 선발에 足条件， 퓨 是已经合 우리가 格的师徒关 룰 系 누가서 영어도 而 이게 说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 룰라 清楚 이숨 的。 상계의 전주 선발에 就像大 퓨체 乘显教 아니 中会 룰라 说， 이숨 내게 我们将 와봐 身语意 룰라 三门都 이숨 奉 내가 献给诸佛 빵 菩萨， 아니 然后 순진이 断除身语意三门的 렌자 不善业， 然 된적이 后 남의 将我们自己的 우리 身 왕이 语 와 意完 아니 全用于 소소히 利益 룰라 众生。 이숨에 된다 된바 제고도 된다 된바 就 제단데 是在大乘 말한테 的修行 야바하고 当 하는 거 中， 제사 안에 我 소소히 们会 룰라 说啊， 이숨에 我们要 된다 利益 된바 众生，我们的 제신예기 身口意都要利 상계의 益众 전주 生， 선발에 但我 소소히 又不具备这样的 퓨체 智慧，所以会 아니 怎么做呢？ 상계의 我们 전주 会说将自 선배기 己的 아니 身口 고라 意 공부하고 奉献给诸 진지 佛菩萨。 상계의 전주 那 선배기 么就像 제반은 是诸佛 진지 菩萨 제게 的 아니 心意， 선배기 像 된식이 他的 닌데스 行为举止，像他的语言，像他的身体行为等等， 가수다 来利益 룰라 众 이숨 生。 띄워서난다 아주 폐기하는 所以我 구불 们会 비치에서 说， 저러 将我们 아까 的身语 근데 意哦， 제가 会说 티버치도 奉献给 그렇게 诸佛 집에 菩萨。 노예는 在大 왕이 乘 들어봐 来讲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概 제사 念。 안에 상하 所以 나로네 同样 안에 的， 룰라 同样的， 이숨과 像 라마 在密 퓨 乘当中，我们 라메 会有一句 퓨숨 话说， 그를 将身语意三门 퓨사 全部奉献给 아 上师。 디니 고아집을 더구도 我觉得这个在讲的 라마 是 체니 同样一个概念， 퓨치고래야 안에 因为上师他是， 고라 当然首先 라마 前提他是一 가 位具德 가르스 的上 나무냐 师， 최대 팀베가 샤다는 거래 루바 냠레나 자라 所以 샤다는 他 거 只会给予我们 걔는 跟 신지 佛 아주 法相符的 루브이 教导， 안에 他 타바로 唯一在 푸시베 做就是引导 고마 我们精进修行，然后最终会 봐 루베가 带领 찜이 我们 샤디 解脱和 되네 得到佛的果 아가 位。 아주 지금 所以 라메 我觉得 지도도 퓨사 一 nen가 般我们说密乘里面会提到说，对上师的一切教言都应该要依教奉行啊。他的和大乘里面的观念，我觉得是一样的。 아주 지금 삼로미 동까매 니 지겨 지금 가르쳤잖아 那谈到这一段啊，就是扰乱上师心意的过失的时候，我觉得不得不提出，或者不得我们现在应该反思、反省一下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在16世法王圆寂之后，我们噶玛噶举教派内发生的许多事情。 那么16世法王当时呢，他身体为恙，在他还没有前往这个美国之前啊，总之他在隆德寺呢就留下了一个遗愿，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大家一定要和睦相处。 写进的嘛，从那下拿的哇。大一年啊，写进电我呢，真的，送不等心机，哪嘞？大，俺就大土要嘛吧。 但是呢，当时其实我们也并没有真的做到要和睦相处的这样子的他的意愿。虽然在他，而且事实上在16世法王还没有圆寂前啊，就已经存在一些不和谐的一些迹象。但是由于16世法王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威德可以说震慑着一切哦。 所以让那些人也没有办法太过放肆。啊，对嘞，咋说来着？他，俺说了别，苦个人就，然后说呢，那咱刚刚了别，怕啥改变了吧？但是很多人呢，在他圆寂之后就开始胡作非为哦，等等。但事实上， 跟我们一般凡人不同，16世法王呢，我们相信他就像是如同佛陀一般，他虽然圆寂了，但是他还是在净土，总是以他的这种慈悲之眼关注着我们的。
所以我们其实都应该像他在世时候那一般的那样子的谨慎行事。但是呢，我们没有这样做到，不仅没有很谨慎，也没有人能够约束大家。所以总之，大家就任意妄为哦，开始这个相互的争吵斗争，最终呢就导致这个上师也好，寺院也好，分裂为两派，分为一个传承就分为两个部分了。在国际上也造成了不好的名声，这对佛教整体和我们个别自己的传承都造成了伤害。当时很多人自以为是哦，我这么做是为了上师，为了佛法而做，但是这只是自欺欺人。事实上，说是为了上师，如果真的是为了上师和佛法，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行为了。我觉得这是噶玛噶举历史上，我们说噶玛噶举有大概900年吧，但是这是历史上可以说前所未有的这种黑暗的一页吧。所以，当我们都会讨论这样一个糟糕的局面，这样一个情况，到底是谁的错，谁的过失？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的答案，重要的是将手指指向自己，而不是指向别人。所以，如果我们总是说我没错，我是对的，那所有的错误呢，都是他们造成的。这只是代表了我们都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让我想到像大善知识朗汤榜大师，他曾经就说一个修行人，就说无论他翻开多么深奥的经书，他自己说，无论翻开多么深奥的经书，他发现一切过失都是属于自己，一切功德皆是属于尊贵的众生。因此，要将所有的利益和胜利呢，都给予他人，自己要承担所有损失和失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局面，重点都是我们应该要看的是自己哪里做错了，或者说我们哪里做的不够。总之呢，我们刚仓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是外人或者说其他教派，他们来看的时候，他们只看到这是噶玛噶举内部发生了斗争，会说这是噶玛巴师徒们不和睦，他们不会去检视说谁造成了真正的错误，他们也不会去看什么才是真相。所以，甚至呢，很多无辜的人吧，也就是根本没有参与过这场纷争，也从未亲眼见过到底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的，这很多这些人无辜的人，也因为这场纷争呢，而遭受到很大的困难，或者说蒙受这种污名吧。这让我想到，像这个格萨尔王的历史实施当中，有这个霍国的这个一个大将军叫先巴。那后来呢，他被格萨尔王呢任命为这个领国的大臣。但是呢，原本领国的有一位大将军叫做 Denma，他就很不同意，他就跟格萨尔王说，怎么可以让先巴当这个大臣？因为先巴就是杀了他的上司，也就是格萨尔王的哥哥，叫做贾擦的那个人，那个恶人，那个仇人。所以，总之就有这一段公案在讲说，那位先巴就是霍国的这个大将军，还有丹马这个大将军内部这样的争执跟冲突。但最终这个是怎么解决的？那是
就是那位家曹，就是因为会说他虽然已经被先巴杀了嘛，误杀了，但总之呢，他已经成为天神了。结果最终是这个家曹呢，他从天而降，有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哦。他因为看到了下面是这样子的这种发生这样的冲突哦，所以他就到了他的这个弟子，就是叫 Denma，就是这个大将军，就是他带他的嘛，就到了 Denma前面就语重心长的跟他说，你要听格萨尔王的话，你要听我弟弟的话，就让那个护国的那位大将军先巴来做我们领国的这个大臣吧。所以丹玛听了之后，尤其见到他之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哦。然后，所以总之后来就和睦相处了吧，就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就想，就像这个天降神迹一样，调查汤降下来的神迹一样，我在想，如果16世法王他亲自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根本不敢面对他了。很多人大概心中想说：糟了，我做了这么多错事哦，一定会被他骂的，一定会被16世法王骂的，我一定让他很失望的，等等等等。不见得会被他打吧，但是一定会被他骂的，所以我才可能没有多少人真的敢抬头直视16世法王的。所以我觉得这说明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哦，都带有这种愧疚的。但是呢，我们很多人是不会承认的。很多时候真的要到死的那一刻哦，可能才会承认。否则很多人都会说：“哎，反正我还有一口气在，我才不会承认自己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错在哪里，都会说是别人的错等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很多的所作所为哦，已经可以说扰乱，并且伤害了我们的共同的根本上师哦。鼎言如意宝这个教法的主持，这是第16世法王的心。即使是现在，还有很多人不肯放下，无论是他的私心也好，或者说他的这种执着吧，还继续着从事这种损害佛法的行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这样去想一想，试着想这样一个画面：我们仰望着16世法王噶玛巴的圣言，然后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噶玛噶举教法的整体的这个可以说荣誉吧，而且也要考虑到今生来世，我这样做对于自己今生来世有益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抬起头来，完全没有愧疚的面对所有的人，那么我觉得团结一致哦，凝聚力量，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现在所作所为是不是真的对得起16世法王？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总之接着我们讲到下一个颂文哦，就是说不现见过患，不现见就是说今生没有办法直接经验到，就是来世的过患啊。那么颂文是受种种疾苦，说之深可怖，犹谤阿舍离，于中常止住。我觉得这一段颂文的一个注解，就是宗喀巴大师他说的这个注解，是最完整的。所以这里面提到什么呢？就说，就像前面颂文中有提到，众生呢，因为毁谤轻视上师哦，会堕入地狱。这里的地狱哦，宗喀巴大师解释到是指经论中所说的无间地狱。而且这里用了颂文中有一个等字哦，就是无间地狱等，
这里包含了极热地狱，还有各种最恐怖的这种地狱，总之痛苦是最多的这种地方。那同时呢，宗喀巴大师也说，他引用了密集金刚释的第五品，也提到众生无间等造作大恶业，于此金刚乘广大最上乘，亦能成就之，由心诽谤师，虽修不能成呢。同时，他也继续引用了就是密集的这个注释，叫《明灯论》中的一句话说，像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如来生、出佛身血，或者这一番叫破如来生、舍弃正法，这无间罪呢，死后都会堕入这个地狱的。所以这就提到等呢，就包含了尽无间罪，还有造作四根本堕等等大恶业的那些人。但是就算是这些人，如果透过上师的恩德呢，也能够成就佛果。但是接着这里说，如果我最开始他是恭敬尘世上师，也透过文思了解了各种真实意，但接着如果弟子升起一念说，现在这位上师没什么用了，我不需要依止他了，他也不如我了，等等，而轻蔑上师的话，这就是由心毁谤上师。那所以他会说，这就是比四种根本堕罪，还或者造了无间罪更重的这个罪业等等。所以就说毁谤上师的罪过比舍弃正法还有无间罪还要严重。再一个呢，就是第四个总摄要义了，也就是结语的部分。彼阿舍离者，弘持正法藏，是故当一心，折磨生轻悔。那这里这一段是在说毁谤上师的过患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尽自己一切的努力。对于这个金刚上师，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毁谤。那这里形容到这个金刚上师，他是具有大智慧，而且呢，他是不夸耀自己的善行的，等等有具备这样德行的上师。所以对于这样的上师呢，任何时候都不要毁谤。同时呢，这里提到说，不仅仅说我们自己不要毁谤轻毁自己的上师，而且如果说与那些毁谤上师的人为友的话，那么也是会造成自己在修行上成就上的很大的障碍啊。所以呢，总之就像从我们讲世间里面，以俗人的观点来看，我们会说没有比父母的恩德更大的。但是从出世法这个佛法的角度来看，没有比上师和善知识更有恩德的。尤其我们讲了这许多，在密咒金刚乘里面，我们说上师是誓言的根本，一切我们修行的基础，也是成就的，可以说泉源。所以我们更是要对于依止上师更加的谨慎。
不然的话，在现在，你会看到很多人批评的对象哦，都是在批评上师或者活佛等等。虽然说很多世间俗人会这样子来谈来批评，但他们可能不懂得很多关键在哪里。但我发现很多时候僧人们互相也会在相互谈论的时候，也在谈哦什么上师有什么缺点、什么过错，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很小心的。所以如果说你在批评的上师没有跟自己没有什么，并没有师徒关系，并没有法缘，那还好，那还好说。但是虽然这么讲，一般来说，就算没有法缘，你也不应该随便的批评，因为我们会说圣者和菩萨哦，到底我们也对于圣者和菩萨，我们是不知道真正谁对谁错的，我们也不知道谁是不是真的一个圣者，谁是真的圣者或菩萨的化身，所以总之对任何人随意的批评啊，这都会有很大罪业的，会有这样的风险。这有一点点像我们说面对这个顾客哦，这个不管任何顾客来买任何东西，那么我们都要对他很和善。然后，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顾客他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很有钱的人，他可能穿得非常的朴素，他很低调，你不能够因为他的外表或者他的某一些行为哦，然后就随意的批评他或者看不起对方。但对，如果是这样，最终的损失可能是自己，因为你就觉得他买不起，然后你也没有把你的东西真的卖掉。但这只是世间的一个例子，这里在说的是，我们会从佛法角度来说，也的确，你不知道什么人他是不是就是这个菩萨的化身，所以不要随意的批评。所以更不用说，更何况讲这么多，更何况我们说是已经建立师徒关系的、有法缘关系的这样的上师，更是不能够批评的。当然，前面讲了许多，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代，你很难找到一位具足所有功德，然后毫无过失的上师。所以上师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过失，但是我们应该要能够包容这些微小的过失。所以，就像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蛮多，在还没有依止上师之前，就应该要观察。如果就是说他的功德要大过他的过失的，所以就算依止之后看到一些微小的过失哦，这是应该要包容的。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依止的上师其实也跟我们一样啊，他是人，是有一些有肉的，是有苦乐感受的一个人。也就是因为他是个人，所以我们能够和他相处在一起啊，我们能够一起吃东西，能够跟他交谈，能够跟他一起活动。不然的话，我们说，如果就像如果说，就像虚空中我们会说有无数的佛菩萨哦，但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他们啊，也没有办法跟他们直接交谈，所以就等于说他们好像不存在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因为上师跟我们一样哦，会欢喜，有的时候会痛苦，就像跟我们人是一样有苦乐感受的人，所以我们才可能依止他，跟随他学习。所以如果他是一个无形的，像在虚空中的这种无数佛菩萨的话，你要这样呼喊他、求他才会出现的话，那么甚至那样的佛菩萨我们也看不到。但如果是那样，我们其实学不到任何东西的。在修行路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这样的把手牵着你哦，带着你修行的话，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
我们要能够看到，能够相处在一起，看到见到的这样的上师哦，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得，而且是代表我们很幸运的、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最开始观察发现呢，这个如果说在一指上市之后，如果也发现了有很大的问题，那这时候也是不要随意的批评，那你就可以保持中立，或者说保持一点距离，远离它，这样也是可以的。不然说这样就破坏了未来你还能够医治到亲近到上师的一些缘起就是经典中有这样子提到的一些内容。所以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了。那因为就像最开始说的宣布，这课程还没有结束，所以今天也不用做这个课程圆满的献供。那总之，稍晚或之后会再跟各位确认宣布这个之后几天上课的时间。好的，就讲到这里。